一、免費協助周邊嘅社區基層婦女，利用網絡電波強化心理精神，漸進咁遠離精神科藥物，控制下半生。二、免費協助周邊嘅社區基層婦女、青少年人群，不熟悉電腦網絡嘅人群，提升網絡民生出路嘅競爭能力。左邊係中南海不同級別嘅國家領導人，右邊係香港行政長官辦公室，左邊係大陸好人網站嘅老闆，口號黨好人，右邊係香港廉政公署總部第一次寄信，左邊圖片係香港廉政公署總部第二次寄信，右邊圖片係台灣總統府馬英九先生，左邊圖片係台灣總統府馬英九先生，右邊圖片係中國首富陳光標先生，左邊圖片係中國口號愛國商人，右邊圖片係香港文匯報社長，左邊圖片係香港文匯報社長，右邊圖片係中國首善陳光標先生。北京中南海，習近平反映香港基層社區人群民生困局問題。2017年6月27日，寄北京中南海國務院辦公廳習近平先生收私人信件，改善香港基層民生可行性方案。2017年6月28日，寄香港中聯辦轉交習近平先生改善香港基層民生可行性方案。香港威風八面嘅舊照片，翻起千層暗落嘅照片，10多年後遲來的感謝。香港60後基層年青人，他用自己嘅方式
及一人之力，合情、合法、合理，爭取香港出生地。有才華、有天分、有孝義、有道義，肯付出、肯努力、肯吃苦、肯耐勞，基層社區人群，爭取正面方向嘅基層社區民生出路政策。